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那个电灯先不用关，我们要先来读圣经。敢有炸圣经？有。你炸几本的圣经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好，我伫最后一刻甲伊刻起来，感觉足重的，刻袂去。啊，你有用手机的圣经的无？有。有哦，来举刻看卖。哦，这拢少年的哦。哦，这拢少年的。咱迄个顶摆石盘团契吼，有咧用，互大家会当上网。啊，有的人就讲想要用手机啊吼看圣经。啊，假使你若还阁有兴趣，啊，你的手机啊无法度读圣经的吼，可能今仔日也是即几工联休会吼，你会当找手机啊内底有诶，甲伊讲吼要安怎下载。啊，才有迄个免费迄个 WiFi 吼，我想诚方便。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诗篇42篇。一边显的时吼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咱一般用台湾话在讲吼，创世纪那第几章咱拢安怎讲？第几章？第几章？啊诗篇呢？咱感觉听到人讲诗篇第几章？足少吼，因为咱拢会用诗篇第几篇吼，所以即个真趣味吼。来，诗篇42篇，哦，顶悬吼，42篇第1节到11节，敢11节尔吗？哦，11节，来，我想要邀请大家吼，做伙来读，吼，咱的版本吼，这个愈厉害，这个愈厉害吼。你今日念出来啊吼！我的是迄个和本的啦吼，新标点和本啊，你的版本若甲我的共款的吼，咱做伙来读，好无？吼，咱做伙来读。42篇第1节，上帝呀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第2节，我的心何想上帝。就是永生上帝，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呀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上帝在哪里？”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，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。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我还要称赞他。第6节，我的上帝呀！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萨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：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第10节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：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11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我再来读一摆哦，我再来读一摆，大家用看的吼。我读的时，咱来想看卖，这个诗人伊是安怎写这篇诗篇？
伊是什么款的心情来写这个诗篇？好，我来读哦，大家来看哦，第一节，上帝呀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入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对我说：“你的上帝在哪里？”第4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，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第5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萨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第8节，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：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：你的上帝在哪里？11节，我的心啊，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来，我大家要看卖，这个诗人伊写这个诗篇拢总11节，请问伊是什么款的心情来写这篇诗篇？要看卖无？免惊对唔对哈？伊什么心情？他遭遇困难，还有没有？互人欺负的时，在逃亡。因囝要甲抬，哦，因迄个大笔的囝要抬押撒龙，哦，扫落啦。大囝要抬，要抢伊，要甲抬时，吼，要逃走的时，搁有无？要看卖哦。搁有啥物可能？伊咧歹命哦。伊毋是歹命，伊是足歹命。哎，是安怎？逃难。其实哦，若讲起来是比逃难搁较可怜哦。哎，比逃难搁较可怜哦。咱即节的圣经节哦，若是你诶圣经可能有一段顶管写流亡异乡者的祷告，对无？所以有可能是啥物款的情形？是在逃走尔吗？伊毋是无命尔，伊是无国。以色列已经亡国啊，遮个人去用掠。咱来详细看这内底哦，伊有一个细字写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有无？哦，可拉吼，就是早期伫大笔也是扫罗时代圣歌队的队长啦。伊就是利未人，然后伊即个家族吼，就是负责唱圣歌的啦。伊的后裔吼，就是有诗人写好遮个诗，然后交互伊的后裔，你甲编做歌来唱。所以交予领长，领长就是弹琴的啦。敬拜团的团长，也是圣歌队的队长，吼，类似迄种。伊甲即个训诲诗吼，交互伊，咱重新搁对头来看一摆哦。我会哪会雄雄走去41篇？你若看41篇吼，你爱甲41篇，你看42篇，
爱甲43篇做伙看，43篇拢总有5集，即两个是共款。吼，就是歌吼分做前半段甲后半段，也是吼顶礼拜唱第1段，后礼拜唱第2段。伊写啥呢？伊写第1个吼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吼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，亲像迄鹿仔吼，喙焦要啉水啊。我毋知影咱敢会记真哦，我捌讲过一个故事，可能是查经的时讲的。我讲我迄阵哦，高中的时。教会吼派我一个工课，迄个工课听着我就有够欢喜的，叫我甲几个少年的去原住民的教会山顶掠一只羊仔，掠一只羊仔，要掠羊仔转来，要烘啊！阮足爱耍的吼，阮教会团契啊，烤乳猪啦，阮也烘羊仔啦，刣土仔啦，阮拢家己刣呢，家己剥皮，家己烘呢。阮毋知安那，反正读册袂晓，阮算拢足敖的。然后吼，要去掠迄个羊仔，转一路开到迄个屏东茂林，可能大家有检菜有省哦，在屏东来哦，屏东茂林迄边遐，要掠一只羊仔，结果去看，问个牧师讲，我要来掠羊仔，羊仔伫地，羊仔讲你进来掠，透中昼来掠，是要掠啥物羊仔？羊仔伫遐啦，哦，凊彩记的啦，伫山林。我讲羊仔伫山顶，我要哪掠？伊伫咧山坡啊，我要哪掠？伊讲哦，你掠无啦？我掠无，安尼阮即阵人来，毋免算啦。伊讲哦，你爱在遮等，等到吼日头要落山的时啊，迄羊仔就落来。伊落来要食2项物件，他下来要吃2样东西，一个要吃咸咸的盐，伊爱食盐，落来食盐，所以主人就爱准备咧粗盐互伊食。所以羊仔就家己落来。第2个，伊要啉水。盐食了吼，无水袂使哦。我想咱拢会当体会。所以当一只咱圣经内底所写的吼，伊写讲，我的心较无你，亲像鹿仔咧较无溪水。我够喙焦的啊！我无啉水袂使啊！我的喙咧破，我无啉水袂使啊！我的心咧打扫。上帝啊，我无你袂使啊，我无倒来到伫你的面前袂使啊。我的心第2节，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有够想你的啦，我真正有够想你，有够想你的啦。我当时较会当看到上帝咧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对我说：你的上帝伫对。伊直人咧甲我讲，恁遮犹太人，恁遮以色列人。恁讲恁偌厉害，恁的上帝伫哪落？恁含恁家己的国，你着顾袂牢；你含你的圣殿，你着顾袂牢。规个拢掠抢去。所以即个人，伊讲我的心有够艰苦，我当时会当搁去圣殿看到上帝。我去掠迄个异邦所拜的上帝无共。咱若知会记迄个历史，圣经内底查经班捌讲过，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吼，伊足歹命。伊服侍过2代3个王，啥物人？伊服侍过巴比伦、尼布甲尼撒王，4个王，尼布甲尼撒王，5个王哦，愈算愈济，即个真正有歹命啊！伊去用迄类火内底，去用弹类塞啊血内底，即个哦有够歹命的啦，但以理。伊一开始是去互掠去巴比伦哦，巴比伦去做官做毋正官，做的一去互迄个西啊迄一先迄个火内底，一搁迄落迄西啊迄内底，迄拢无共王啦。过巴比伦去互啥物人灭去？波斯，去互波斯灭去，所以伊继续搁服侍别个上帝，即个足歹命呀。所以伊可能嘛是伫迄个中间去互人定问。但以你啊，你讲你的王真，你的上帝真好，你的上帝伫对啊？你含你的国家就无去啊？你逐项拢无去啊？你要甲我讲啥？所以第4节伊讲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，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迄阵迄圣殿起了偌水。迄个扫罗王去的圣殿起了有够水的，用偌济金啊！
然后我甲大家苦苦行行哦，咱来耶路撒冷过节哦。迄阵迄偌请赢的，偌好的，结果咧，我现在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，是安怎艰苦？因为那个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啥物货拢无啊！我不但无圣殿，我无上帝，我含我的 my people， 我的人，我的百姓，拢毋知对去啊！我含因去对，我拢毋知影。佮一日到暗在访问讲，你的上帝伫哪里？所以啊，第5节，我的心啊，你啥事忧闷？请问即个人，伊忧闷啥货？伊啥事忧闷？伊忧闷过去有上帝管你伫好，伊忧闷过去是安怎毋知影爱好好啊敬拜上帝，伊忧闷过去所做的是安怎互因行到现在即个地步，但是伊继续讲啥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虽然伊心艰苦，总是伊无袂记去提醒伊家己，提醒啥物？爱愈艰苦吗？伊提醒伊家己啥？还要称赞他，还要喜乐，还要称赞他。啊，那第6节哦，即节啊，上可怜啊。第6节伊讲啥？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敢有伫以色列？无，这去用掠去。对黑门岭伫以色列的北边，迄嘛拢别人的所在啊。迄个黑门岭吼，就是现在讲就是后来分裂的以色列。啊，迄个以色列是去互亚述帝国灭亡伫北边，所以即个国家根本就是去互4分5裂啊。从米萨山啊，足实的，我毋知米萨山伫倒咧，我毋知米萨山伫倒。啊，第7节，你的瀑布发生，深渊就与深渊相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足趣味的第8节，请咱爱甲即个所在画起来。当咱的心在艰苦的时，即个诗人讲啥？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哦，我心已经遮尔艰苦啊哦，但是即时的时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敢会当摇看吗？伊是安尼讲？我甲你讲，有可能即时的时，在替对敌在做工。因为因是去用掠伊的，所以伊可能去用掠伊伫皇宫内底。比如讲，后来有一个人转去耶路撒冷的城墙的，一个做酒政的，什么人？尼希米。尼希米伫波斯王的面前咧做啥？纠正。所以伊可能在服侍别个王、别个上帝的时，伊对伊家己讲。耶和华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莫甲我当作亲像一个粪扫单调。虽然我犯错，虽然我失败，虽然我的心艰苦，但是上帝啊，你用你的主爱款待我，怜悯我。然后咧，暗时无人的时，我要歌颂、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想即个诗人，伊的日子真歹过，因为伊伫迄个艰苦中间，搁要甲伊家己的心讲，毋通忧闷。伊搁要甲伊家己的，伊对伊家己讲，茫看即个环境，伊独独看到迄个上帝，所以伊第9节伊讲啥？我要对上帝，我的磐石说：你为何忘记我？伫即个诗内底有足侪反义词哦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其实伊的意思就是，我的心，你不要忧闷。然后伫即个所在，伊讲你为何忘记我？其实伊是想要表达讲，上帝啊，你没有忘记我。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第10节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：这回来读这句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伫迄个中间心艰苦的时，当我出去看到即个环境，当我甲人咧直接的时，就亲像伊咧问我讲：你讲你足够，你的上帝伫佗啊？
你今仔日是安怎会失败到即个地步？你的上帝若足够，是安怎今仔日的以色列会是亲像即落去？你的上帝若足够，今仔日是安怎？你是做我的路过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的心拢亲像十一节，而且一直咧讲，我的心啊，你啥事忧闷，啥事伫我内底。海产吼，伊就白话字写海产，伫心内海产。然后伊的结论是啥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这个是这个诗篇42篇，伫这个中间所写，伊伫这个中间所写的物件，互人看见上帝到底安怎通过一个诗人，然后会当互人伫遐来得到快乐甲帮助。我今仔日无要用足侪的时间伫即个圣经内底，但是我想要甲咱大家来分享一个一段影片，看影片较趣味啦吼。但是差不多咱读的迄个经节毋通袂记一咯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忧闷，啥事伫我的内底海产。通过咱头拄仔读的即个经节，咱会当发现一项物件，人足渺小。所以啊，伫时代在行，时代在过，常常互人感觉讲，人的伟大甲骄傲，只不过是一时的。但是上帝的念理，才是真正互人看见讲，你到底是伫上帝计划内底对一部分。我本来今仔日下暗，我要来。下暗啊吼，对下暗啊！看喺外口安尼光光哦，到真正袂习惯。我本来今仔下暗哦，要讲但以理啊，因为即个人哦，实在是你讲衰啊真衰，你讲歹命啊真歹命，偏偏伊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然后伊阁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，安怎讲？因为伊会解梦，哦，他会解梦，他不只会解梦，他还会看异象。但是后来我想讲。咱常常来读圣经，啊，伫即个中间看遮个人物，总是伫今仔日2018年，我常常想到有一个人，即个人已经过身10年啊，所以今年是少年伊过身10周年。即个人毋是一个真伟大的人，嘛毋是一个真侪人拢捌的人，但是我想要将我伫网络顶悬找到的即个影片，来甲大家来看，啊！伫看影片之前，我先甲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这个人叫做许昭荣，可能咱有人捌听过，敢有人听过？捌听过？哦，这个人啊，伊是水底寮人。我感觉伊足有读册，因为伊的日文真好，伊的日文真好。然后伊伫1943年昭和18年。伊正做日本兵，哦，伊做日本兵，伊去读日本的迄个海军技术学校，所以伊有迄个迄个一寡技术。然后1947年，迄阵已经战后啊，所以国民党专写一张票来征召，来做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中华民国海军，哦，伊做海军，过去接收迄个日本的赔偿舰。然后伊伫1955年，伊去美国，然后去接一架船叫做咸阳舰，哦，去接船啦，因为伊有迄个技术去接船。接船的时候，伫遐读到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独立运动第10年》，结果转来就去互国民党掠去啦，嘛无关介久啦，就10年尔吼，都可能拢到整数的款哦，关10年。关10年了，伊转来台湾，继续去学警总的，伫遐糟蹋，所以后来伊全搁走去美国买做生意，嘛安怎做的，我嘛毋知伊安怎做的。生意做的吼，全看到人咧抗议，要迄阵拄好228的事件，全实名着，伊全伫纽约，我毋知应该是纽约啦。
转伫迄个纽约吼，去参加人抗议的迄个行列，结果伊的护照转去用转天数，转甲注销伊的护照。啊，后来伊转去走，1986，伊摕到加拿大的政治庇护。1987，伊对加拿大转去到台湾，啊，组织遮的台籍老兵。啥会叫做台籍老兵？就是因为遮的人，特别是伊家己本身有本来的身份，伊捌做过日本兵。迄阵是日本时代，所以伊做过日本兵。然后日本战败，搁去互国民党转叫去，伊搁做中华民国的海军，所以也做过国军啊，叫做国军。啊，伫迄个中间，伊搁有迄个国共内战咧拍的时吼，伊估计对台湾大概有15000人，去互国民党政府。迄阵的国民党政府还搁伫大陆哦，转调去烧战。啊，有一个战役叫徐蚌会战，吼，伊伫迄个中间吼，有台湾人伫遐，15000人去，大概400几个人转来台湾。所以后来伊转成立一个全国原国军台籍老兵暨彝族协会，伊要甲遐个台籍老兵找转来。其中有伊的战友，然后因遮个人有诶吼，去到中国了，转去用掠伊，转嘛做过共产党的党军。遮个人实在是买免哪讲吼，所以伊伫2005年催生一个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揭幕，这个故事真长啊。2008年5月20号于碑前自焚，因为迄阵政府要甲这个纪念公园要甲这个纪念公园转甲拆掉，因为拢无叮当嘛，伊无钱嘛，无钱通叮当，所以要甲撤掉。所以伊转伫迄个5月20号，5月20号有啥物对台湾人有啥物重要的意义？总统就职，就是总统就职。不是我爱你啦。你看吼，年纪无共，迄个字字吼，看到无共。对年轻人来讲，520叫做我爱你啦，我爱你啦。520叫做我爱你啦。若对咱较有年纪的关心台湾政治的520，就是总统就职的日子。所以咱知影时代无共今仔日我要通过这个故事，要重新来思考一个异乡客的哀歌，迄个内心的渴望，到底人的心内伫迄个中间咧较无啥物货？是安怎伊会讲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无底，亲像鹿切无溪水。我要伫这个中间来放这个物件，咱做伙来。烧战了，回来的，但是有足侪无回来伫中国。